乾坤之后，既以屯蒙，屯为水雷，蒙为山水，后天之用，始于震，终于艮，而藏基于坎。持续了，持续了。以上是环保救地球。屯自水中养出，蒙则山下水流。屯为网，蒙为覆。持续了啊！是环保救地球。阳动而阴静，阴出而阳归，故二卦对举，而见以阴以阳之道。此后天生化之始，二气往复之初，以交互而生，以循环而化，谓卦之二。谓象以多。吴晋怀柳营人呢？乾坤之用以起，会小点是人和川吗？而为64卦之首也。雷之为物，动而为阳，静而为阴。吴晋怀。而生于天，在后天，东方不也。新年往柳营方向的桥，过了桥往右转，往右转进去了。还不到过了桥嘛？有一条提防的道路进去也可以，再左转进入。到柳营仁和村火烧店，以前的旧地名火烧店火烧店。然自出者，必有本，正之所本，坎也。台糖的嘞，江南度假村，台糖。